行在爱州。泰山杯有件小學唔數學生嘅單槍正面客，泰山條條做了學校拆設架嘅杯，上下分開來踏出泰山本業嘅傳統。校門開學開始注釋泡咖啡，前來代替社農做市場。上山年客做校長，上課規定5副章，房山口包嘅關係鮮醋麵，竹東糍粑，白鋪擂茶餅，峨眉碰風茶。泰山鋪夜為度，比出阿健做傳統，內位就係幾希年，阿三哥來畫圖，北山當畫出看山4年嘅，嚟到呢啲咧係漫畫世界，係你真正確確嘅泰山杯。我們這個地方就是叫做大山背，大山背的意義就是說大山的背後。就是我們現在紅山看過來有一個大旗洞山，大旗洞山的背後，所以我們名稱叫做大山背。我從小我出生就在這邊出生的，從小在這邊出生，所以說我退休的還是會回來在這邊落地生根，在我回來我祖先發展的地方。這是客家族，90%都是客家。新竹县横山乡的老大份休闲农场是大山背农民杨明远家族代代相传的山田。原本在外地工作，他退休后回到故乡，独自一人经营这座有机果园。我们这偏僻的乡下地方就有一个特色，就是老年人比较多都是银发族，所以年轻人都跑出去嘛，所以说鼓励年轻人返乡，现在在这，但是诱因要过啊。他们不能没有赚钱，他怎么要养小孩，要怎么生活？有时候做得很累的时候，实在想说要放弃。村庄从过去的热闹到如今只剩300多人，以务农为主要产业。大山背像杨明远这样的老农比比皆是。有一个客家谚语，它就叫做上卡都嘴，下卡都背，就是说大山背的地形很陡峭，这样上坡会堵到嘴巴，下坡会堵到背。然后优美莫嘎台山背，就是有女儿不要嫁来大山背，因为生活太辛苦。这一路虽然弯弯延延的，但是它左右两边都是几十年的萧南园，都是非常好的树，然后很漂亮的森林林相。他是庄凯勇，一个台北长大的都市年轻人。2013年就读清华大学服务科学研究所时，因为一堂服务科学导论的课程，让他来到大山背，也让他跟女友吴怡静在这里开始了他2人的创业路。杨大哥好，你好，好，看我的橘子，好啊，好，就是不错哈，大宝越来越已经转色了。对啊，这颗是留给我的，这留给你的，这是我留给你的啊。这颗叫合力蒙，现在是最早成熟的橘子，这颗虽然不大颗，但是很讨喜，颜色很红，你看这个都很红。哦，汁很多哎。对啊，虽然是小颗，它汁蛮多的。对，所以说这个橘子味比较重，它是甜，但有一点点的酸。庄凯勇和吴怡静在大山背开了一间复合式的餐饮店，2人没有餐饮背景，也不懂农业知识，更不是客家人，决定要走入大山背当地人的生活，一切从头学起。这是我的种的满天星百香果，这个看起来是蛮讨喜的，目前比较甜的一种。你看我们的结虽然是叶子还没有很多，它结得蛮多的。为什么大颗？为什么叫满天星？你看它就是一点白，你看像星星一样，这有星星的样子，整个布满着白一点点，好漂亮，叫满天星。他还没来大山北之前，我们就认识了。他林福珍教授来到我这果园里边，他一起来，那时候我们就开始认识了。就认识人，就是说我们的理念、我们的想法一样，就希望把大山背带起来。他责任就在这边，就是把大山背活络起来，给大山背有赚钱的机会。所以这几年来都是从这方面着手，他也非常的卖力，非常用心这个方面。所以我采一颗你试试看哈。好啊。你看这个都只有成熟了啊。
你看我帮你剥好了。多汁，哎，很多汁，很多汁。那皮剥掉了，满满的。但是这里现在实际上有一点点酸，有点酸才像百香果啊。日照还没有那么足，因为这温度比较低。很完整。套2层带呢，你看看。它就像是一个自然界的魔法师吧，就是什么东西它都种得出来。对啊，在一个果园，一般我们去外面种橘子的就是种橘子，种高丽菜的就是种高丽菜，但是它这个里面竟然蓝莓、草莓、橘子，然后火龙果、百香果，然后一种橘子它还可以有10几种品种的，对，就是像魔术师一样。对啊，所以我们有什么农业的知识都可以来请教他，然后要吃什么东西就请他帮我们种。12月的话，可能那时候应该是砂糖橘。砂糖橘好剥，年轻人也不会太大颗，对，它一剥就可以吃。因为过去所学，庄凯勇不只把自己定位在一个餐饮业者，而是希望透过倾听农民的需求，并传承他们的智慧，这餐厅成为一个地方共通的平台，能够和在地人互利共生，携手打造大山背的未来。我们跟杨大哥的合作方式大概就是4种，第一种就是他的农产品直接来我们这边寄卖，对，然后第2种就是我们把它做加工、做包装。第3种就是我们带游客来体验，第4种是农民市集。对，那在带体验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的确因为这个地方非常的隐秘，然后就会给客人一种世外桃源的一种惊喜感。对啊，那个路这样子很陡很陡的上来，但是上来竟然是一个这么开阔的一个风景。对，所以我觉得带客人来每次的风评也都是很好，所以我们就是1场2场这样子，应该已经合作几十场、上百场有了。对，就是慢慢的让这个地方让越来越多人知道。他在这边的话，给我们小农注意蛮多的。譬如说，他给我多另外一种行销方式，像我水果，他就做10分吉利水果礼盒，他也是销售量蛮好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我觉得我蛮信任他的。很多事情他讲的，我们大家都很有默契配合。他这个是帮我行销，我都非常的乐意。而且这做起来讲，现在1年比1年的好。在长时间的互动相处下，庄凯勇慢慢打进了农民的生活，也慢慢理解他们内心中的那份向往，而这份理解渐渐转化成他创业的养分。像这奉茶亭，这是以前民国20、30年代的时候，我小孩子的时候，那前没有大马路，都是像这个小路，而且都要挑东西，上下山都是用挑的。所以在挑的大家很累口渴的时候，在路的中央就有盖一个奉茶亭。我希望说以后传承下去，给我们后面人也知道说以前古时候人的辛苦，到现在大家都还不要忘记以前的时候怎么样过来的，经历祖先是怎么经历过来。每次来到这边都会学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对啊，有些时候学客家文化，有些时候学农业知识，有些时候听一些以前学校凤江国小发生的一些历史，我们又可以再重新去做一些创新。对啊，所以每次来都会有一些新的变化、新的收获。这段写在校园墙壁上的文字，见证了大山背历史的故事。凤江国小原本由科委会结合地方资源规划为大山背客家人文生态馆。2014年，庄凯勇接手经营，他结合在地资源与创新点子，企图将大山北岳变成一个承载过往记忆与未来愿景的园地。因为以前是小学嘛，所以我们有课本跟考卷。那我们里面很有趣，它里面有不同的科目在讲不同的故事。然后比较有趣的是地理课，因为我们新竹台山县经过关西、横山、竹东、北埔、峨眉这5个乡镇，那我们刚好在山上的中心点，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把5个乡镇的东西都串起来，然后去不要卖意大利面啊，
不要卖美国牛排，是卖在地的东西。我们是2013年的时候做研究所的专案，然后就被老师带来山上，然后去研究这地方的人文故事啊，然后遇到的各式各样的问题，农产失衡的问题啊，闲置场馆的问题。对，然后后来就是发现这里，觉得这里也很棒，但也很可惜。所以2014年这地方再重新招标，所以我们就跟政府把这地方给承租下来，然后就开始了这一连串的改造活动，这样。空间改造是有形的，但庄凯勇想做的更多。他希望推动人与人之间互助的概念，不管是协助在地农民推广农特产，还是利用设计专长帮横山乡的小朋友们筹措美学教育的奖学金，都是大山北岳软实力的展现。其实出发点很简单，就是我从小到大受到很多人的帮忙，那我也觉得说，那我自己学有所成，是不是也可以来帮助别人？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看到农家有很多的农产品，然后是滞销的，是没有行销能力、没有通路的。然后看到一个森林步道是脏乱的，是垃圾堆积的。那又发现说，在地的小学生他们的教育是落差的，然后他们又没有受到好的、足够的艺文的这样子的一个启发跟被鼓励。对，所以我就想说，那是不是我们可以有一个空间，同时去解决这些问题？林轩经营的手工窑烤面包店，是大山背当地最早一批开始支持庄凯勇行动的人。因为当初我们要盖这个窑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老板的那个三兄弟哦，他们就是因为想说，6日的时候，然后回家度假这样子，然后这边自己刚好有一块地，然后就想说自己盖了一座窑。我们这边就是比较讲究天然，然后养生。如果要的话，你再告诉我，我帮你夹，因为那个才刚出炉而已。这个是刚出炉的果香藜麦，你可以吃看看，它是纯蜂蜜做的。刚才是吃这个吗？这个是核桃蔓越莓，然后这个是亚麻仁乳酪。我们这边因为刚好就是刚出炉的时候，可能这边是登山步道啦，然后刚出炉的时候可能味道太香了，那有一些山友们看到说，那你们有生产，可不可以就是卖我？因为我也想买健康的东西，对。然后后来才慢慢这样子，其实有点无心插柳啊。坚持自然健康的烘焙理念，创造环境的永续，这是大山背地区多数居民的共识。养蜂不只能够自产自销，还可以当作面包的原料，更帮助了周遭的果农们。现在有蜜可以采了吗？有一点。我觉得还好，没有很多违章建筑。很凶哦。要小心，不要被叮到了。封盖。哦，对，已经快要可以采了。那是花粉是吗？这是花粉是吗？对。有哇，好多。因为我们这边大山背啊，种了很多橘子。对，那我们想说，那时候开花的时候，一整片都是，然后都很漂亮。我们想说，这边采蜜的话，它蜜蜂在这边繁殖的话，应该是养得起来的，所以我们就想说自己试看看，自己去研究，然后真的就是慢慢摸索这样。嗨，凯勇，很久没看到了哈。看，这是刚才老板现采的蜂蜜，你吃看看，你可以把这个拿下来，就是撕下来。其实这真的就是天然的那个口香糖。他都会给我们订面包，对，因为他的餐点都有搭配我们的那个面包，对。所以他都会定期过来载，对。当初我们做了一个蛮好玩的活动，就是大山背的步道很脏乱，所以我们就邀了游客来这边爬山，然后边走步道边捡垃圾，然后捡一袋垃圾可以跟他们换一个面包，然后没想到他们竟然还真的愿意答应跟我们来做这样子的活动，这样。
因为我们是觉得说这种发想是很好的，因为毕竟是可以对这附近的在地的环境就是有帮助这样子，然后又可以就是美化环境这样子，然后可以让更多人就是更愿意来我们大山贝，因为我们想说比较健康，不要加太多糖，可是太原味了，对，有些人会反而觉得它没有那么好吃。然后后来我们有调整蜂蜜的比例，有再加多一点，所以它可以保水。对，所以会比较湿润一点啊，口感会比较软，所以下次你可以就是像季节限定，像冬天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一款。从对环境的合作，到现在演变成事业上的异业伙伴。对庄凯勇而言，创业就是不断的学习与结下好人缘。我们在一个小学创业，所以我的心态就是永远是一个学生。然后大自然跟整座大山贝，所有的农家、所有的游客都是我们的老师。他们非常惜才爱物，他们生一个窑，他们火先升起来的时候，那个火还没有太旺，这个时候他们先烤地瓜，让地瓜可以蒸熟，然后而且整个窑可以充满地瓜香。然后之后火越来越大的时候，再把面包拿去烤，面包烤完，火最大的时候嘛，烤完，然后火越来越小，他再把他的芭乐放进去，就变成烘烤芭乐干。然后更厉害的是，这全部都灰飞烟灭之后，剩下的那个屑那些渣，他就再把它拿来堆肥，再去拿来种地瓜，再去拿来种它的作物，就是整个的一个永续的自然循环，跟客家人的智慧都在一个生窑的过程里面学习到。因为我觉得凯勇他其实有一部分是像小朋友，有一部分是像成熟的大人。现在年轻人愿意就是来到乡下，然后去做努力创业的不多。我们自己看到，我们也会引以为戒，说啊，一个外地人来到这边，都这么用心，这么爱护我们这边，那我们自己在地人怎么不用心一点？所以反而会督促一下自己啊。庄凯勇与大山贝在地人的碰撞，一个是寻找生命理想的实践，一个是寻找翻转现况的机会，就像是蜜蜂团队合作，打造互利共生的家园。行進藝種。泰山貝有一件小學唔數學生嘅單槍正面客，泰山條條做了學校拆設架嘅貝，上下分開來踏出泰山本業嘅傳統，叩門開學開始注釋泡咖啡，前來在地小農做市場。上山年客做教長，上課規定5副章，房山靠包嘅關係鮮醋麵，竹東糍粑，白鋪擂茶餅，峨眉碰風茶，泰山鋪也為度，比出阿金走傳統，乃位就係第4年，阿三哥來畫圖，北山當畫出看山4年嘅，嚟到呢啲咧係漫畫世界，係你真正確確嘅泰山貝。有了在地人们的支持，更少不了一起工作的伙伴。庄凯勇负责对外的公关宣传、食材准备，女朋友吴怡静就负责餐厅的内场工作。因为我会觉得说，我们其实景观餐厅很多，但台湾漂亮的山，我觉得应该是要吃台湾最在地的东西。当初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知道说在地，然后多了解一下我们使用的食材来自于出自哪里，那也可以让这附近的串联是更完整的。秉持吃在地是当季经营的理念，这里所提供的餐点食材大多使用衡山在地农产，支持小农，像是峨眉的东方美人茶、北埔的擂茶、竹东的客家糍粑、衡山的窑烤面包与橘子大福，享用过一轮就如同尝过台3县的客家特色饮食。
橘子刚好是大山背最盛产的一种作物。对，那我们橘子有很多种变化，就是最漂亮的橘子，我们把它做成10分吉利的礼盒，里面有10种橘子。然后，但是对于农家最困扰的来说，不是这些漂亮的橘子，而是丑橘子。丑橘子味道不差，但只是就是卖价不好。对，所以我们就想说，什么样方法把这些丑橘子做加工、做保存？所以我们把橘子做果酱，把橘子做啤酒，把橘子做手工皂，变成一条龙式的服务体验。大家来采橘子、吃橘子、用下午茶，然后再买橘子回家。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这是真的要有足够理解农民的心血，才能够办得到，让外观有瑕疵的作物得以充分运用，不至于浪费心血。庄凯勇与吴一静彼此的默契与共识更是重要。这个画面很复杂呢，想想看呢，或许是一个方式的。对。然后你就可以印一个，也当成邀请函，跟那个每个人做得上就有啊。他们是有想改变什么样子的形式吗？我们每个农家会出一个不一样的菜，对不对？那像这个生活农园呢，今早就可以把它放进你的鸡酱汤里面嘛。其实我们每天都在沟通，有些时候沟通会比较激烈。那毕竟人跟人之间就是这样，我学的是管理，学的是行销，那他学的是设计，他学的是料理。那我们站在不同的教育的背景底下，我们的思考逻辑跟价值观当然是不一样的。像它这个里面橘肉都在里面，这个做得很精致。这个字很多人都太小了，所以我们可能把它调大一点。可是调大很丑哎。当我们2个人没有共识的时候，我们就去想，如果是客人会怎么想？如果是农家会怎么想？对啊，怎么样是对他们最好的？那跳出我们各自的本位主义、各自的价值观，而是去站在其他的人的立场去想这件事情。那通常都会想出一个好的解答，这样子。你要讲大山的背后，还是要音译，这是本来就很难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它香味也是一个记忆点啊。除了在餐点与设计上花心思，庄凯勇也在大山北岳打造出友善的用餐旅游环境，希望能让更多的人看见大山背的美。那时候我们就在想，我们有这么好的风景，这么好的美食，应该让每一个人都有同样享受的权利。所以我们就在园区把无障碍的坡道给做好，然后把以前蹲式的马桶改成坐式马桶，然后我们也把我们的桌椅就是做比较宽敞，让他们可以把轮椅直接推进桌子里面。对啊，那办了这样子的活动之后，就又有另外一个新的 idea， 就是他们告诉我们说，他们有一个愿望，是他们从小到大都想要玩荡秋千，所以我们就把我们园区的一棵大树，请了专门的攀树教练，然后把轮椅连同人一起安全的吊上去，让他们玩了人生第一次荡秋千。对啊，那有一个先生就跟我说，他等了这个笑容，他等了50年。对啊，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感动。站在农民的角度想解决方法，以人的出发点思索人情温度的提升。周末假日才开张的大山背假日农民市集，就是庄凯勇与在地人共谱的温暖乐章。冯大哥早。你这个是什么？雪莲薯。它吃起来什么味道？地下水果。这个它很好吃，很甜哦。我没有看过这种东西耶。没有看过？对啊。一旦吃了你就知道。来吃吃看。肉在里面。单口。很甜哈。跟吃水梨一样耶。比水梨还要好吃。就像是招呼自己的孩子般，没有隔阂与距离。庄凯勇与农民们现在像是熟人的一家人。那个时候是乡公所看到我们把我们那个闲置国小把它活化起来之后很开心，然后又希望说，这个空间也可以把它活化起来。那附近很多农家嘛，那我们跟这些农家也有好几年的一个互动了，那彼此的信任也足够了，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发想说，是不是可以来做一个假日的农民市集。
从开始的1摊、2摊、3摊，到现在已经有10几个摊位。大山背的农民市集，让在地农民可以跟着游客直接面对面行销自己的作物，也提升小农们的成就感与自信。而定期举办的同乐活动，一个个新的点子开始在这群老农们间萌芽。这样子把它中间把它压住，对，然后是左右两边把它折进来就好了。这样。哦。哎对，然后这样手按一下，它就有宽度。这样，切多一点点。好。我要先把水要把它弄掉，这个最好不要沾到，比较好。好，每次来到这地方就觉得这边活力是满满的，就是今天哪一个农家他家里做了哪一个蛋糕，然后带过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啊，哪一个农家家里做了麻糬，然后要带来跟大家分享，就是一个我们不会说它是个市集，它是一个分享的一个平台。尽管庄凯勇捏得歪七扭八，在阿姨的协助下，把水饺捏完整一点，坚持不浪费。从细微处可以看见他们要求完美与习物爱物的真诚。这是我朋友给的豆子，它是你在这里冲别人的豆子？没有啊，因为他是给我在这边吃饭哦。热豆他没有卖啊，他没有卖，因为那个是他们的市场豆。而除了老农外，现在也有年轻一辈的农民加入，参与大山背的农民市集。那我本来是以工作室为主，那是以网络为主，所以我没有一个贩卖的实际的据点。那等于我现在有一个小小实体的摊面，我就觉得对我来说，当然销售上面有一些帮助。还不错，不然下次我帮你留，可以闻看这个咖啡粉。他们很热情，我都不认识他们，我开车在路上，他们会主动跟我打招呼，会挥挥手，非常可爱，非常热情。那我会坚持在这个地方，就是因为他们这一股热情。然后我也希望在这个地方留下来，可以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能回到这个地方，然后来对这边的这个农村的产业会有更提升的帮助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先从我自己，或者是跟 Peter 一样，我们都是从我们自己先开始做起，然后再扩展到外面去。我们慢慢来，对，我们不急，一步一步走这样子。早安，早安，早安。回去收衣服。带着淡淡的甜香。对。乐于分享是农民市集中最常看见的画面，就如同庄凯勇说的，他不是在帮助这些在地农民，而是陪伴他们相互分享，一同成长。大概是2年前吧，就是我们山里面因为台风，然后我们缺水，对，就是水源整个都被破坏掉这样子，然后就每个农家都来帮我们想办法，有人家里就是借我们桶子，然后让我们去装水，然后有的农家还借我们水源，帮我们去接管线，然后有的农家借我们工具，然后有的农家就是说，家里就是可以借我们去他们家里洗澡，对，然后就说，今天在家里不要煮了，来我们家吃，对，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发现我们的问题变成大家的问题，就跟他们的问题是我的问题一样，就是我们大家彼此解决彼此的问题，彼此互相照顾，我觉得这就是归属感、家人的感觉。因为是自己的家，所以更专注地想方设法，要让家人们过得更快乐，生活得更好。举办农场体验活动，让曾经没落无声的大山背再响起青春活力的欢笑声，是庄凯勇放在心中的小小愿望。大家午安。对，我们这果园呢很好玩，为什么好玩？因为它光橘子就有10几种，橘子是非常有趣的一种作物，而且啊，还有玉米柑，它可以有这么多种嘛，对不对？那它可以嫁接，嫁接的意思就是说我把这个黄金橘的一段枝把它给剪下来，然后跟可丽蒙柑的枝把它给剪下来，然后呢下面跟上面把它绑在一起。然后呢，它之后它就会长出新的枝，这样子。对，所以杨大哥他很厉害，他曾经在一棵树上面只有5种橘子。好，有了，还是有，你们可以传下去闻看，抠看它的那个皮，用指甲去抠它，它的那个精油会跑出来。好香，我已经闻到了。针对不同的年龄层，庄凯勇规划不同的农村导览内容。小朋友们喜欢听故事，中老年人特爱历史文化，
而像今天参访的大学生们，就规划透过五感体验，让他们去认识熟悉又陌生的大自然。这棵树，你看它很瘦，对不对？但它已经几十年了，银杏长很慢，所以呢，它有一个绰号叫做公孙树，就是阿公种下去，孙子才吃得到。因为大山背这个地方以前是私有林，造林面积最多，所以呢，林务局当时也选了这个地方做私有林经营的示范区。所以呢，这边呢有很多的很林相完整的。那因为这个林农呢年纪也都大了，然后呢很多的这些林地都废弃。那现在林务局也积极鼓励说，不是只有木材生产，也希望说能够跟一些森林疗愈能够结合，就是说我们怎么促进健康，然后让国民能够走进森林。那除此之外，这个森林疗愈以外呢，他们做了很多的地方创生，尤其是像我们这个休闲农业园区，然后积极在推动，不管是农事的体验，或者是说有关文创啊一些物品的一个提升，这个对我们学生都是一个学习的对象。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孩子都生活在都市，非常方便，对。但是很多孩子可能你问他高丽菜种在树上还是种在地上，他不知道；草莓种在地上还是种在树上，他也不知道。对，那就很有趣嘛。那他只知道吃，然后只知道甜不甜，但是他不知道这些东西背后是怎么来的。然后所有东西都只是要甜的时候呢，那这些原始风味的水果，用心栽种的水果，未必就能被真正的体会跟被接受。各式各样的味道都是在他们亲身体会过后，他们才会知道，那个想象力、那个五感才会被开启。人潮慢慢进来了，年轻一辈渐渐返回大山背，也开始思考他们能为小村子做些什么。小朋友的嬉闹声，农民们辛劳工作后的欢笑声，那竹子风铃随风摆荡的碰撞声，全都回来了。